早前本港主流媒體都引述消息報導，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但最後並冇提及。有公共政策研究員認為，政策仍然存在執行問題，定價亦困難，需要時間再作檢視。張家傑報導。50幾歲嘅陳女士同埋佢個女租住東涌逸東邨270尺嘅公屋單位，一住已經住咗17年。佢好中意呢一度，形容係世外桃源，一直希望變成自己嘅物業。我住咗咁多年咧，我覺得幾乎唔使開冷氣嘅，我一年4個月唔使開冷氣，因為我打開啲門啊、窗啊，通晒風咧，就好清涼，係好舒服，所以我住得好舒適，所以我就係咯，特別好中意住喺呢間屋。當佢知道施政報告冇重提租置之後，陳女士就話感到好失望。擱置咗大約20年嘅租置計劃，最終只聞樓梯響。有公共政策研究員認為，同計劃存在好多執行上嘅問題，例如混合業權所導致嘅管理困難、維修責任難以釐定等有關。點樣定價亦都容易有爭議。即係如果你定價係太貴嘅，亦都冇人買啦。咁如果你定價係平嘅，因為好似之前就講到，即係上一輪，即係上一次嘅租置計劃最平，可能講緊係即係1、2折或者係2、5折嘅。咁亦都有聲音提到咧，會唔會係太平咧咁？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當然呢啲唔同嘅困難咧，其實都係可以去克服嘅。咁但係我相信可能政府覺得要時間去真係去有一個比較詳細啲嘅檢視。有學者就話，原本租置計劃可以俾公屋富戶一條出路。其實一啲所謂住得耐嘅家庭，佢由基層去到私樓上樓，咁上咗樓咧，可能10年或者20年咧，其實儲咗一定嘅積蓄，或者佢家庭成員啲仔女大咗咧，嗰個收入增加嘅。咁呢啲住戶咧，可能佢想繼續穩定地住嘅，咁佢哋咪想買嗰個公屋單位咯。咁所以租置計劃就會所謂對呢批嘅租戶有利嘅。對於未來政府應唔應該重推租置計劃，學者認為政府應該優先縮短公屋輪候時間，幫助劏房戶上樓。廣播新聞網記者張家傑報導。